要过年咯，为着民众的安全，台北市法务局稽查台北35间的百货卖场甲10间的餐厅，结果有4间违反建筑法规，有的是防火门无法度正常来起工，有的是室内的通道囤真侪物件，分别实来罚款着12万，讲目前拢已经改善了。 一箱搁一箱的物品就蹲伫楼梯间啊！这是台北敦南所过的道城梯。台北市法务局稽查发现，这楼梯间啊蹲甲全杂物，就惊发生万一阻碍道城的路线。对业者开罚12万，要求改善。年节要到，为着大家的安全，台北市法务局无意见检查台北35间百货卖场甲10间餐厅。 除了台北敦南所过，也有3间违反建筑法规。美丽新广场以及家福股份有限公司内湖分公司这2家呢违规的项目，使它的防火区化防火铁卷门无法正常起降。台北信义区的贵妇百货就被发现安全门前有放大的图啊，妨碍通行，也有卖场是违规累犯。 这次查到违规的美丽新广场，在去年周年庆期间也有被查到，一样是这个防火区化的防火铁卷门没有办法正常起降。那一次的违规也是一样有改善完成了，但是在今年这一次的这个检查呢，仍然有发现一样的不合格的项目。 若是家乐福内湖店的防火门，伫经过稽查了后，拢已经完成改善，呼吁业者唔通搁再疏忽，无重视公共安全。